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廚房，佢係梗廚，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嘅位置，仲有櫥櫃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擺4至6人飯台，有對流窗。客廳嘅地方一邊放梳化，另一邊可以放電視櫃。對住就係附近外園嘅景觀。呢邊有個工人房，有窗嘅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做咗地台床，對住係附近內園嘅景觀。第二個房間一樣係做咗地台床，有一排窗，非常光猛，亦係對住外園嘅景觀。主人套廁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主人套房做咗入牆衣櫃，另外3邊落床，非常方便。對住嘅景觀係附近嘅內園。